迎接中秋送礼旺季，市府农局伫2楼大厅特别精选侪农会、农渔产业者以及青农的青果产品甲特色伴手礼，种类相当多元丰富。同时，会中农会总干事甲各负责人嘛以造小的方式向大家绍介，场面相当热闹。市长最后嘛推出全台产量甲品质拢是第一的问题，向大家推荐。希望成为民众来台南观光送礼上好的选择。台南市的防疫做得好，大家来台南观光就没有烦恼。那观光当然就要买一些伴手礼，不管是你买的文旦，或者是你买的这个许多好的农特产品或者加工这个制品，其实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你不管是来台南买，或者是在网络上订购，或者在打电话订购，都可以。为你外送到家，所以呢，我想加上我们台南购物节现在如火如荼的展开，参加买好物又可以参加抽奖，抽到了还可以有大奖那很多大奖我们已经讲过，所以呢，很希望也很谢谢各位的来参与我们难得极品的推广活动，更谢谢我们议会各位议员对于我们农特产品推广经费的支持。当然，除了中秋送礼，嘛因为侪产品加工以后已经是无限中秋，你是一档四季拢会当享用，所以消费者除了来产地观光购买，透过农局的网站连接，嘛当看到所有市府精选的农产伴手礼，直接落单栽培送到厝。购礼难得极品，赞！哇，谢谢。台新闻关之何乔芳采访报道。